继续来到花莲，这个透早风雨嘛真大。花莲县道溪乡成立87个安置的地点，乡公所的人员一透早一家一户听民众来撤离，有5个钟头，总共800多人，在军警的协助之下，展开预防性的疏散。 其实呢，就是在这个卓溪城这边，因为是土石流的浅势区域哦，所以呢，现在都是进行预防性撤离当中。 军方出动，警方配合，甲花莲道溪村内行动无方便的村民扶起了军用车辆，赶伫咧风台内进行离开，环路道溪村溪水中经济危险。就是因为在卓溪村的这个位置呢，过去台风一来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发生淹水，而且或者还曾经这个淹水的高度呢，这个居民他们是说曾经淹到那么高。 溪水中沙土水袂输喷泉，淹过车辆到面体。去年抗雷风台风雨威力，互村民阁心惊惊，又惊恐怖的基地阁在重演。道溪乡内5个村拢总800多个人，一透早展开预防性的撤离。乡公所的人员一透早嘛一间一户苦劝，分别到道溪乡内80多个安置的所在。在卓溪乡这边，总共是有5个村落来进行预防性的撤离，那总人数加起来大概是有800个人左右。我爸爸中风。 包到吃上，爸爸的尿布啊，还有药，还有简单我们换洗的衣物。村民炸药啊、面皮等等重要的物件，先点伫咧安置中心，好通平安度过杨柳风台的一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